2312年某個夜晚，一架停泊喺路邊嘅私家車入面，一個 TVB 當家花旦趴喺一個三線男性嘅大髀中間，嘴角濕潤，動作曖昧，維持咗足足40分鐘。狗仔隊嘅搶鏡頭穿過車窗，將呢個畫面定格。第二日轟動全港。車入面嗰個女人係楊怡，嗰個男人係羅仲温。嗰年楊怡33歲，已經係 TVB 嘅一線花旦，事後加薪，形象正面，係無數師奶心目中嘅硬淨女人。羅仲堅28歲，啱啱由電影圈轉戰電視台冇幾耐，名氣遠遠不及楊怡，但佢嘅負面新聞遠比作品出名。前女友傅柯曾經公開展示身上嘅傷痕，控訴佢暴力對待一腳踏多船，4年入面撩過13個女仔。車震門爆發之後，全港媒體都等睇楊怡同呢個渣男劃清界線，但楊怡做咗一個令所有人跌眼鏡嘅決定。佢開記者會喊住話佢值得信任，用自己嘅事後聲譽拼死保住呢個男人。呢一鋪佢壓得太大。12年後嘅今日，佢已經係2個細路嘅阿媽，改名楊史日，老公叫羅子日。外界以傳分辨，媒體指佢高齡生子，倒貼千萬，租樓養家。而羅仲温喺呢段婚姻期間，被影到同蔡思貝等合作，女星過從甚密。4連換13個女友嘅歷史旁述從未斷過。一個咁嘅男人，點解楊怡可以死守10年唔放手？佢甚至喺訪問入面講過一句勒動全城嘅說話，可以懸龍老公肉體出軌。呢句卑微到落咗地嘅說話，究竟係愛到極致，定係佢有咩不可告人嘅死穴，被人揸住，曾經用命去保嘅男人？點解今日變咗勒住佢條頸嘅勢？你如果睇 TVB 大，你一定記得楊怡係點樣由一個禮儀小姐一步一步爬到事後寶座。佢呢個人從來都唔係一個會認輸嘅人，但偏偏喺婚姻呢個關口，佢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今日我就同你由頭拆解呢段港圈最令人睇唔透嘅婚姻背後到底藏住啲乜嘢。大家睇到呢度，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覺得楊怡點解要咁委屈自己？係因為真係好愛，定係有啲嘢我哋呢啲外人唔知？等陣睇落去，你會發現真相可能比你想象中更複雜。好啦，翻去2312年嗰單嘢，當年車震門爆出嚟嘅時候，楊怡嘅事業正處於舞峰。佢啱啱憑名媛望族攞咗視后，係 TVB 嘅當家花旦，廣告代言接到手軟形象，正面到可以拍政府宣傳片。而羅仲恩呢，佢雖然憑婚前示愛呢類3級片有啲知名度，但喺電視圈仲係一個新人，而且佢嘅底黑到冇人有。虎窩和羅仲經嘅前女友，當年開記者會講到聲淚俱下，揭開衫袖俾記者睇，手臂上面一罈罈淤青。佢話羅仲跟打女人，話佢同自己一齊嘅時候仲一腳踏幾船，話佢4年入面撩過13個女仔。嗰個記仔會係2012年，距離車震門只係2年，全港市民都記得呢單新聞。所以當楊怡同羅仲恩嘅車震相見報嗰陣，輿論幾乎一面倒。楊怡俾人呃咗，佢唔知呢個男人嘅底細，但楊怡係知噶。佢識羅仲温嘅時候，付獲單嘢仲係娛樂版頭條，佢完全清楚自己中意緊嘅呢個男人手上面有幾多血跡，而佢嘅選擇係開記者會，企喺羅仲根身邊，喊住話我信佢，佢值得信任。
嗰場記者會係楊怡人生最大嘅一場賭博。佢唔只係保住羅仲根，佢係用自己累積咗10幾年嘅事後信譽去幫一個渣男洗底。佢嘅 fans、佢嘅贊助商、佢嘅電視台高層全部睇住佢點樣將自己嘅名聲壓喺一個打女人嘅男人身上。你話佢蠢，但你又可以話佢係別無選擇。車震嘅相已經出咗街，佢嘅形象已經受損。如果佢即刻撇清關係，外界會話佢識錯人，但至少佢可以止血離場。但佢揀咗力撐，呢個選擇令佢由受害者變成共犯。佢嘅名譽從此同羅仲根嘅名譽閒死咗。一榮未必區榮，但一損肯定區損。由嗰一刻開始，楊怡喺呢段感情入面已經輸咗主動權。你係一個事後，你嘅男朋友係一個打女人嘅三線男星，你仲要用自己嘅聲譽去保佢。你覺得之後你喺佢面前仲可以企幾直？你每一次同佢鬧交，佢都可以用同一句說話回敬你。係你自己揀噶，係你自己開記者會話信我噶。呢個就係楊怡親手俾羅仲根嘅最大武器。好啦，講到呢度，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愛情入面最致命嘅嘢係咩？係背叛，定係你為咗對方犧牲咗太多之後，已經冇辦法回頭嗰種無力感？楊怡嘅古仔就係後者嘅完美寫照。你同唔同意？留言話我知。之後嘅日子，楊怡對羅仲先嘅包容可以話係去到一個匪夷所思嘅地步。2016年，楊怡正式下嫁羅仲恩。嗰年佢37歲，羅仲恩32歲，姐弟戀相差5年。佢哋嘅婚禮雖然都算體面，但埋單嘅人主要係楊怡。媒體計過條數，楊怡為咗呢段婚姻掏空咗超過1000萬積蓄。佢支持羅仲恩轉戰內地拍戲，出錢幫佢租屋，請助手，打通關係。佢又出錢買物業，為兩公婆嘅未來打算。但羅仲尖回報俾佢嘅係咩？係源源不絕嘅數文。佢喺內地拍戲，被傳同劇組女演員過從甚密。佢返香港拍無線劇，又俾人影到同蔡思貝等花旦交流頻繁。娛樂雜誌隔幾個月就爆一單羅仲因背妻偷食，標題一次比一次誇張。而楊怡嘅回應永遠係同一句：我信佢，或者佢只係朋友，又或者索性唔回應。2321年，40歲嘅楊怡冒住高齡產婦嘅風險，為羅仲瓮生咗個女。生完之後，佢幾乎停工2年，專心問道女。同期，佢同羅仲恩齊改名，佢變做楊次世，羅仲恩變做羅子日。外界解讀呢個改名動作係為咗攻死兩人嘅運勢，用玄學嘅力量去維繫一段搖搖欲垂嘅婚姻。但你諗深一層，呢個動作代表咩？代表一個女人已經去到要用改名嚟求安心嘅地步。佢嘅不安有幾大？佢曾經喺一個訪問入面講過一句說話，震撼咗整個港圈。主持人問佢：如果老公出軌，佢會點？佢答：如果佢真係有，我會選擇原諒，肉體嘅出軌我可以接受。呢句說話一出，全城譁然。一個事後，一個大女主，一個由禮儀小姐埋到一姐嘅硬淨女人，竟然話可以原諒肉體出軌。呢個唔係卑微，呢個係卑微到落咗地，踩到爛晒，仲要自己踩多2腳。但其實如果你明白楊怡嘅背景，你會開始理解呢種近乎自虐嘅執着背後係有原因嘅。楊怡嘅童年係一個典型嘅單親家庭窮困古仔，
佢7歲嗰年，爸爸突然過身，阿媽一個人現豆大。佢同家姐楊卓娜，阿媽出去做嘢搵食，兩姊妹就喺屋企自己照顧自己。佢細個嗰陣見到人哋有爸爸，佢冇；見到人哋一家大細去飲茶，佢哋得3個人；見到人哋爸爸接放學，佢永遠得阿媽或者家姐。呢種成長環境會令一個細路產生一種近乎偏執嘅渴望，佢將來一定要有一個完整嘅屋企。佢嘅細路絕對唔可以好似佢咁喺冇爸爸嘅環境下長大。呢個唔係一個選擇，呢個係一個創傷之後嘅強迫性補償。所以當羅仲經出現，當佢哋有咗小朋友，楊怡嘅思維模式就會變成，無論呢個男人有幾差，佢都係我細路嘅爸爸。只要佢仲喺度，呢個屋企就係完整嘅。只要我唔離婚，我嘅細路就唔使承受我細個嗰陣承受過嘅嘢。呢種心態外人睇係愚昧，但對於一個由細缺父愛缺到大嘅人嚟講，呢種愚昧就係佢嘅生存邏輯。除咗對完整家庭嘅執念，楊怡唔肯放手嘅第二個原因係佢嘅性格。佢太要強，太唔認輸。楊怡嘅事業係點樣得嚟嘅？佢唔係選美出身，唔係名門之後。佢入行嘅第一份工係 TVB 嘅禮儀小姐，即係喺大秀入面企喺度遞米帶嘉賓上台嗰種。佢由最低做起，做過好多冇對白嘅路人甲角色，捱過無數個通宵拍大唐雙龍傳。嗰陣仲因為太搏命，搞到腰椎嚴重受損。佢嘅事後獎座每一分都係用血汗換翻嚟嘅。呢種人最大嘅特質就係唔肯認輸。佢人生入面所有嘅嘢都係靠自己雙手爭取翻嚟嘅。佢唔識得放手呢2個字點樣寫，所以當佢為咗羅仲驚訝上咗咁多嘢，名譽、金錢、閃耀機會，甚至係40歲高齡生仔嘅半條命，你叫佢認輸離場，就等於叫佢公開承認自己睇錯人，承認自己嘅婚姻係一場失敗嘅實驗，承認佢用半生積累嘅智慧同眼光喺呢個男人身上完全失效。對一個自尊心強到好似楊怡咁嘅人嚟講，呢種承認比忍受一個偷食嘅老公更加難受。所以佢選擇繼續死守，繼續改名，繼續講我可以原諒肉體出軌，繼續喺社交平台上面 post 家庭合照，話自己好幸福。但幸福唔幸福，佢自己最清楚。呢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一段關係入面最難放手嘅時候係幾時？係最初發現背叛嗰一刻，定係你為咗對方付出咗一切之後發現自己已經冇辦法回頭嗰陣？楊怡明顯係後者，你覺得佢仲有冇機會翻到身？留言講下你嘅睇法。不過近期嘅楊怡似乎有啲唔同咗。2024年佢高調回歸 TVB 拍劇，接咗一套叫做《黑色月光》嘅服大戲。呢套劇嘅角色係一個由柔弱變強悍嘅女人，喺絕境中靠自己嘅力量反擊。唔少觀眾睇完預告之後都話呢個角色根本係楊怡嘅本色演出。次七，佢演嘅唔係一個虛構嘅人物，佢演嘅係自己。拍呢套劇嘅時候，楊怡嘅狀態同之前幾年完全唔同。之前佢停工眠女，社交平台上面全部都係家庭相，好似一個溫順嘅人妻。但黑色月光嘅宣傳期入面，佢着翻高踭鞋，化返濃妝，眼神裏面嗰種狠勁翻晒嚟。佢受訪嗰陣講過一句說話：女人永遠要有自己嘅事業，
唔可以淨係靠男人。呢句說話喺10年前嘅楊怡口中講出嚟係一種自信，喺今日嘅楊怡口中講出嚟係一種覺醒同時間。羅仲根嘅事業都有啲起色，佢憑婚後試呢套劇口碑回升，外界開始有人話佢演技進步咗，成熟咗。佢亦開始喺訪問入面講多咗家庭嘢，話自己而家會罵女，會做家務，會分擔責任。係真心改變定係公關形象工程，冇人知。但至少佢開始做翻一個老公應該做嘅嘢。楊怡重新搏殺自已，可能係一個信號。佢終於明白嗰個佢用命去補嘅男人，從來都唔係佢嘅依靠。佢嘅依靠由始至終都係自己個雙手，自己嗰副捱到5勞7傷嘅身軀，自己嗰份由禮儀小姐一步步練成嘅硬淨。佢曾經親手將一條身圈套喺自己條頸上面，繩嘅另一頭交咗俾羅仲堅。而家佢終於開始用力，一下一下咁想將條繩解開。呢個過程一定好痛，但比起繼續俾人勒住呢種痛，可能係佢需要嘅。香港娛樂圈嘅女星婚姻10之8九都係一本苦情賬，線幕上面嘅風光，背後多數都係不為人知嘅眼淚同妥協。楊怡嘅古仔只係其中一個，但佢嘅古仔最令人希舊嘅地方係一個由底層搏到頂層嘅女人，喺事業上贏咗全世界，卻喺愛情上面輸得一敗拖地，而且明知係輸都唔肯離場。但好彩呢個世界仲有一樣嘢係唔會背叛你嘅，就係你靠自己雙手掹翻嚟嘅實力。楊怡嘅演技，佢嘅觀眾緣，佢喺 TVB 打拼咗20幾年累積嘅嘢，唔會因為一個男人而消失。只要佢願意企翻喺鏡頭前面，佢依然係嗰個楊怡，嗰個由禮儀小姐變事後嘅香港傳奇。佢嘅古仔仲未完，佢嘅婚姻會點樣行落去，冇人知。但有一樣嘢可以肯定，無論最終佢揀繼續死守定係忍痛割席，佢都唔會再係以前嗰個將條命交俾一個男人嘅楊怡。佢經歷過最卑微嘅時刻，但佢亦都有能力企翻起身。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楊怡唔肯放手，最大嘅原因係對完整家庭嘅執念，定係佢性格入面嗰種絕不認輸？如果你係楊怡，你會選擇割肉離場，定係死守到底？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但我想喺留言區睇下大家嘅選擇。好啦，今日嘅古仔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類港圈豪門恩怨女星情史嘅古仔，記得幫手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加埋旁邊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下集。下星期我哋會講另一個港圈女星嘅古仔，佢嘅婚姻比楊怡更加傳奇，更加令人估唔到。我哋下星期見，拜拜。